即擺全台灣咧欠豬肉，煩惱會影響到中元節豬肉供應。農業部緊調節7月10個產銷，休市一天。有覺得賺到1天假嗎？有，因為那個沒有賺到的是老闆娘，很早就通知了，很早租源問題啊。我少賺，我租金還是要付的。我們等於少做1天生意，少1天的收入啊。萬一天屠宰會當減將近2萬隻豬產出，豬隻供應量減少，是因為去年底疫病影響。因為肉豬自出市到上市超7個月，因為育成率降低，上市豬隻數量無夠。因為休市是暫停拍賣甲屠宰，以台灣原體豬肉供應鏈的群眾，將一港台計當行早起送去到市場賣。7月10號，豬肉檔賣是14台的豬，所以大部分照常營業。也毋過因為10號全台停止台豬，所以16攤商無肉通賣，所以16休市。是講減一天，敢正是會當解決豬隻供應無夠的問題。你休1天，其實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，因為假設我想要做生意，我就把禮拜4的量改在禮拜3進，我禮拜4一樣可以做生意。等於是我提前把貨進來，休1天不會差多少，你不可能1天豬就長大了。對不對？也不可能1天豬就多200隻、300隻出來，所以禮拜4休是沒有用的。3個月來，毛豬生產交易的價數酷起，4月上低點1公斤75塊，5月上懸起到每公斤98塊，了後自6月5日開始，一路起到7月上懸來到105塊。是講針對這個措施，飼豬業會積極趕工休市，會影響豬農的生活。豬賣價數應該交予自由消費市場來決定。農業部表示，8月底之前暫時未閣增加休市日，若有啟動的必要，會先甲產業來溝通，有共識了後再來執行化解爭議。